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西營廣場分行陳小姐 Crystal。今日同大家睇到呢偉華中心一個最新放盤，咁一個2座中層嘅居樓單位。咁呢個單位實面積有297尺實用嘅，開緊500零萬嘅啫。我哋一齊睇下。咁我先睇一睇廚房。廚房業主拆咗廚房門嘅。有裝修過嘅長方形嘅廚房，兩邊工作台可以明火煮食。廚櫃業主都換過㗎啦。望一望個客飯廳，客飯廳係呢個正方形嘅設計。客廳嘅窗就望返向呢個東南邊嘅廣場嘅景色，好開揚，望到小兩城。兩邊新城市廣場景觀。望一望個浴室啦，浴室都裝修過嘅，配備企缸，業主裝修過，新淨期嘅浴室。我睇兩間房啦，先睇第一間睡房，呢一邊窗大，房間比較大啲，放到雙人床嘅。景觀向返西南，望返希爾頓中心嗰邊景觀嘅。亦都望返向前面津樓8號嘅景觀，都算好開揚。最後呢間睡房啦，主人房有兩邊窗嘅，亦都係望返向新城市廣場嘅景觀，少量嘅河景，同埋希爾頓呢邊嘅山景。放到一個標準嘅雙人床。